就有一位同事咧就話我住緊嗰度係有老闆包我租俾我嘅，咁我就即刻揾佢，跟住同佢講，知道你咁樣講，點解你要咁樣講？唔認。戴祖儀入行7年，擁有法律系學霸背景，加上外形甜美出眾，可謂圈粉無數。而新劇《正義女神》正在熱播，喺劇中飾演律政司檢控官林雅晴嘅佢，憑借貼合角色嘅演繹，收穫觀眾認可。不過近日佢接受專訪嘅時候，坦然否白咗一段過往被造謠嘅經歷。佢喺專訪中透露，自己入行頭1-2年，曾經被一位女藝人惡意造謠抹黑，對方四處聲稱自己居住嘅地方有老闆，言語間充滿暗示，隱晦影射自己俾人包養，刻意損毀佢嘅個人聲譽。戴祖儀表示，當時得知呢啲謠言之後，直接揾對方當面對質。佢表示，如果選擇沉默，對方只會變本加厲。佢又反覆強調自己自身有能力、有底氣，根本無需依靠他人。至於外界長期幫佢貼上有錢女、小富婆嘅標籤，認為佢家境富裕，無需擔憂生計。對此，佢喺專訪中鄭重澄清，自己嘅家庭僅屬於普通中產水平，父親只係一名普通建築師。佢認為無論家庭出身點樣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追求，都應該靠自身嘅努力去實現人生價值，唔應該被出身定義。